喺度好想介紹正面管教其中一個好實用嘅工具，就係日常慣例表啦。首先，我哋邀請小朋友嘅參與，請佢攞出佢中意嘅顏色筆同2張紙出嚟。如果第一次建立慣例表，執行慣例嘅時段就不適宜太長，可以係一個特定嘅時段，例如訂立早上慣例表、睡前慣例表、放學後慣例表或者停課慣例表。第二步，我哋要啟發小朋友諗一諗，佢需要完成乜嘢任務呢？請小朋友逐一列出嚟，或者畫出嚟。第三步就係討論一下任務嘅先後次序，商量一下做邊樣先。有邊啲任務係有時限嘅，就可以加上時間。例如幾點之前上床休息，先有足夠嘅睡眠呢？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商量嘅。當總結咗呢個慣例表之後，就要掛喺當眼嘅地方。如果遇到小朋友有拖延嘅情況，就可以問下佢，根據慣例表，你下一步需要做啲咩㗎？慣例表係設計獎勵嘅，因為我哋係希望培養佢嘅責任感同自律性。